喺遙遠嘅北歐有一個寧靜嘅小鎮，住咗一個14歲嘅少女，佢叫做蘇菲。蘇菲本來每一日咧都係過咗一啲平凡嘅日子嘅，但係喺某一日放學返到屋企嘅時候，佢就喺信箱裏面發現咗一封神秘嘅信，上面寫住一句你是誰。冇幾耐之後咧，佢又收到第二封信，信裏面只係寫住世界從哪裏來。呢啲簡單但深奧嘅問題令到蘇菲陷入沉思，而且展開咗一場奇妙嘅哲學冒險。寄信俾佢嘅人個名叫做阿伯特克洛克斯，一個神秘嘅哲學老師。佢透過書信同埋筆記引導蘇菲穿越西方哲學嘅歷史長河，由古希臘嘅蘇格拉底、柏拉圖到中世紀嘅聖奧古斯丁，到現代嘅康德、黑格爾、馬克思、弗洛伊德等等嘅哲學大師。蘇菲好似踏上咗一個穿梭時空嘅旅程，每一章節都係一次新嘅思索同埋啟蒙。故事嘅奇幻之處在於，隨住蘇菲學習哲學，佢開始發現自己身處嘅世界好似唔太真實，佢嘅生活好似俾某人控制住咁樣。一個叫做艾希特上教嘅人不斷喺佢嘅世界裏面留下痕跡，而呢個上教嘅女兒似乎係蘇菲嘅觀察者。蘇菲開始懷疑自己係一個被創造出嚟嘅角色，就好似哲學家懷疑現實世界嘅本質。於是蘇菲同佢嘅哲學老師艾伯特聯手設計逃脫計劃，要從虛構之中逃離，就好似柏拉圖嘅洞穴預言一樣，佢哋想衝出故事嘅籠牢，追尋真正嘅自由。最後蘇菲同艾伯特雖然成功擺脫咗上教嘅控制，但係就進入咗一個不可思議嘅維度，一個思想嘅世界，冇肉體，冇時間，只係純粹嘅靈魂同埋意識。蘇菲的世界唔只係一個女仔嘅成長旅程，更係寫俾每一個人嘅哲學情書。呢本書嘅作者用咗一個奇幻嘅故事，將深刻嘅哲學化為生活嘅提問，例如係我是誰，我是從哪裏來，呢個世界又係真實的嗎？蘇菲的世界話咗俾我哋聽，只要你開始發問，你開始思考，你就喺哲學嘅旅程上面開始啟航。